何韻詩轉咗做獨立歌手之後，嚟緊舉行音樂會，台前幕後每個細節都要兼顧，交方申請場地、做工作證，甚至訂飯盒都要一腳踢啊！呢日彩排阿詩就讚自己勇於發聲，令到傾贊助同揾嘉賓變成不可能嘅任務。咁但係會唔會話揾贊助都有啲問題？因為頭先聽你講話，即係可能驚自己太政治化咧，會有啲困難。其實係大家將我好政治化啦，即係而家因為你其實好明顯感覺到唔係淨係商戶對你有顧忌咯，即係可能係甚至其他人，即係其他圈內嘅人都多多少少對你有少少顧忌嘅。咁即係呢個係我喺呢個即係做呢件事嘅過程入邊，咁因為有啲部分想可能要揾嘉賓啊咁樣咧，咁其實係即係你甚至乎唔係淨係香港喎，即係可能有啲第二啲地方嘅都會有少少顧忌咯，即係佢又唔係乜嘢嘅，不過就係即係都係唔好啦咁樣咯，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我覺得係我冇預料到嘅咁，即係大家驚得咁緊要嘅咁樣係咯，咁我都唔知啊，呢個都唔識講啦嚇。雖然令工作受阻，但係阿詩就話唔會因此噤聲啊！見到唔公義嘅事，依然會企出嚟講。難怪之前有個民間特首選舉，阿詩都榜上有名啦。大家都好想有民間特首啦，但係最近就即係有一個好搞笑嘅即係鬧劇咧，就係話有人同阿發哥影完相之後就認錯咗係劉德華。你有冇留意呢一單新聞咧？哦，唔係，我覺得有人陪咯，終於係啊，即係唔係淨止我會俾人認錯咯。咁你俾人認錯係邊個？係咪盧巧音啊？係啊，咁樣咯，咁幾好啊，係咯。阿詩嘅音樂會同新碟專登起用香港嘅音樂人，佢話唔一定外國嘅月亮比較圓嘅，香港音樂人一樣好得㗎。何韻詩今日彩排演唱會。何韻詩慨嘆請嘉賓難啊！有啲都直接費事問添，因為已經 feel 到佢陣味。因為你知道，即係可能某啲公司會有顧忌，唔知顧忌啲乜嘅，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完全冇任何嗰啲而家拍你陣間就唔使拍，即係唔係嗰啲話喺度抗爭啊，或者好政治嘅成分嘅咁，但係。係咯，大家好似聽到我就雞飛狗走咁樣。當大家驚一樣嘢驚到係自己已經先去落咗個閘，即係自己先去審查咗自己。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即係喺我哋個成個圈入邊係即係幾得人驚嘅一個狀況。結果係要向國際發展，外國勢力。覺唔覺得自己被扣帽子呢？有㗎，係真係會有呢啲情況㗎。咁係有少少覺得好，有少少慨嘆嘅，我覺得，死搞到好攰啫。唔係，但係唔知咧。我尤其是當你見到近排個成個環境個氣氛係越嚟越多啲荒謬嘅嘢咧。咁揾演唱會場地嗰陣，演唱會嘅內容會唔會先被審查？咁又未至於嘅，即係今次我就覺得即係睇成個 show 入邊本身係有啲運氣嘅，即係本身呢個場都係冇呢個期嘅，咁佢突然間出現咗，咁可能因為其實都係政府場地嚟㗎嘛，咁我都點解會批嘅咧咁樣？即係所以有時你都冇辦法去估計究竟即係幾時得幾時唔得，幾時佢哋會驚幾時唔驚咁樣。咁唯有繼續即係自己做要做嘅嘢咯。開 show 難請嘉賓，何詩詩話：聽到我就雞飛狗走咁樣。嗱，何韻詩18種香港演唱會會喺今個月19號灣仔醫館開 show。今日何韻詩就喺觀塘度進行彩排。轉咗做獨立歌手嘅阿詩講笑話，依家練緊分身術。除咗做唱嗰個之外，仲要即係台前幕後所有嘢都要兼顧到啦。
即係包括揾飯盒啊，即係唔係真係即係揾 sponsor，因為要揾 sponsor，你知呢啲粒太辛苦啊，真係。今次終於明白咗呢個即係唱片公司嘅難處啊！咁易唔易揾贊助同嘉賓咁啊？幕後嘅嘢係易揾嘅，即係幕後要揾人幫手係即係大家好踴躍幫忙啊，係啊。咁反而幕前難啲，幕前係有難度嘅。唔通係驚你個 show 題材敏感？大家好似聽到我就雞飛狗走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人驚嘅，其實因為當大家驚一樣嘢驚到係自己已經先去落咗個閘，即係自己先去審查咗即係喺我哋個成個圈入邊係即係幾得人驚嘅一個狀況，即係人哋都未去有任何真正嘅事發生，佢已經即係大家已經強暴咗啦。呢幾個禮拜去做嘅時候係特別去感受到嘅。嗱，阿詩就話咧都有跳出香港揾嘉賓㗎啦，但究竟揾咗邊個佢就未肯講住。但其實阿詩個 show 究竟係咪要抒發翻過去1年自己做過嘅事㗎？即係唔係講自己嘅嘢咯，其實都係講成個香港發生緊嘅事嘅。咁但係用嘅方法就唔係話即係唔係畫公仔畫出腸咁樣去做咯，即係反而係用一個隱喻啲嘅方式去講嘅。除咗歌唱 show，仲有新碟。佢話會同好多本地音樂人合作，因為佢唔想再下下都揾日本、韓國嗰啲啦。